印尼雅加達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嘅鐵路交通系統由兩個部分組成，機場內部嘅 SkyTrain 捷運同埋連接市區嘅機場鐵路。SkyTrain 捷運負責連接機場各航廈 Terminal 1 SHIA 機場火車站、Terminal 2同 Terminal 3，採循環運行路線。Terminal 1同埋 Terminal 3可以視為起壓站。由 Terminal 1開出嘅列車會停留 SHIA 機場火車站 Terminal 2，以 Terminal 3為終點站。反之，由 Terminal 3開出嘅列車會停留 Terminal 2 SHIA 機場火車站，以 Terminal 1為終點站。SkyTrain 對所有乘客免費開放，無需購票乘搭。至於機場鐵路，從 SHIA 機場火車起點站出發，駛往雅加達市中心，主要停靠市中心嘅道理站、印尼國家銀行城站，終點為芒加萊站。當乘飛機抵達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之後，無論係從邊一個 terminal 下機，要搭乘火車到雅加達市區，必須要先往 SkyTrain 捷運站搭乘 SkyTrain 往 SHIA 機場火車站。我哋喺 Terminal 2下機，所以首先步行往 SkyTrain 捷運 Terminal 2站。步出入境大樓之後，按往 SkyTrain 捷運站嘅方向走，沿途都有清楚嘅標示，跟住走肯定唔會錯。走一陣間就到 SkyTrain 捷運 Terminal 2站啦。因為 SkyTrain 係循環運行，所以兩個月台都可以往 SHIA 機場火車站嘅。不過，月台 A 嘅列車會先往 Terminal 3，再返回 Terminal 2嘅月台 B， 然後先至往 SHIA 機場火車站。我哋當然喺月台 B 乘 SkyTrain， 下一站就係 SHIA 機場火車站。SkyTrain 嘅班次十分頻密，約13分鐘一班，而營運時間就由早上6點至到午夜12點。Sesaat lagi Anda akan segera tiba di stasiun kereta bandara. Selamat datang di stasiun kereta bandara. Now we are approaching Airport Railway Station. Welcome to Airport Railway Station. 喺 SkyTrain SHIA 機場火車站落車之後，按往 Train Station 嘅標示走，沿途都有標示，指引十分明確。嚟到售票大堂，職員會協助乘客喺自助售票機購買車票。提醒大家，目前僅支援信用卡或者當地預付卡付款。我哋係往印尼國家銀行城站，票價每位85000印尼盾。機場火車平均半個鐘到1小時一班車，營運時間由早上6點到晚上11點。列車停靠咗西雅加達嘅道理站。列車行駛約50分鐘便抵達印尼國家銀行城站，呢度係雅加達核心商圈及熱門住宿區。我哋都係喺呢站落車。列車繼續行駛，大約10分鐘便抵達芒加萊終點站。回程去機場，首先要前往距離住宿最近嘅機場站。同樣有職員協助乘客喺自助售票機購買車票。車程大約1小時便嚟到機場火車站，接住係步行往 SkyTrain SHIA 機場火車站。順利抵達 SkyTrain 捷運 SHIA 機場火車站，跟住喺度搭乘 SkyTrain， 準備前往指定航廈辦理出境。好，呢個影片就嚟到呢度，下一個影片再見啦。